莫雷拉6月尾喺英國跑皇家雅士谷賽日，原來嗰隻李健夢境而家已經喺英國咯喎！哇，原來要喺嗰邊咁耐㗎，真係估唔到啊嚇！雖然莫雷拉同李健夢境呢隻馬咧喺日本以外啊從來都冇贏過，但係佢依然覺得啊呢次比賽係好有信心可以有好成績嘅。佢話隻馬嚟過香港，就證明遠征都冇問題。喺英國而家有專屬嘅人員照顧緊隻馬，一切都非常好，所以佢好有信心嘅。其實莫雷拉都唔係第一次喺英國跑馬㗎啦，佢去過皇家馬士谷㗎，不過就嗰陣時步步有就冇乜成績，得個第6。佢好似試過蕩失路，第2朝先返到馬會㗎噃。呢次應該唔會咁水皮啩？就算唔計10年前代表香港嗰次呢，莫雷拉都有一段時間冇喺英國出賽啦。據講啊，英國嗰邊啊嗰啲設施唔係咁好嘅啫，尤其是騎師室呢，因為冇乜人清潔啊，所以都幾污糟。而家唔知有冇改善情況呢？好誇張㗎！好似話喺英國出賽呢，啲騎師喺騎師室呢係唔敢挨住埲牆企嘅，啲凳都唔會坐嘅喎。哇！真係離譜啊！皇家雅士谷賽期唔知英國皇室會唔會去睇呢嚇？查理斯同嗰個女人呢就冇英女王咁中意馬，好似話英女王有幾隻馬都俾佢兩個賣咗。哇！英國皇室真係好窮喎。有人話莫雷拉次次訪問都話有信心，但係到頭來呢，跑成點邊個知？咁唔通啲騎師啊接受訪問嘅時候會話自己隻馬唔得咩？其實步步有之後啊，香港都好似冇派過馬去英國啦，嗬？而家嗰幾隻馬王嘅馬主唔知有冇興趣呢？阿馬會冠軍就好恨出外邊㗎，不過佢出外邊都好似冇乜成績喎，係嘛？就算返佢鄉下澳洲都唔係成日得啦。有人話自由島事件之後啊，唔知有冇日本馬再嚟香港出賽喎？12月咪知咯。至於莫雷拉嗰隻橡木城啊，呢次遮打杯縮咗沙，喺日本再出賽，咪一樣跑過第8。不過日本人呢就冇鬧隻馬，只係有人留言問：你隻馬冇咗莫雷拉喺身邊，係咪冇乜衝勁喎？另外有日本人認為阿莫雷拉呢同啲馬女嘅零舍夾嘅，係唔係呢？就似乎只係可以喺日本嗰度嘗試嘅啫，其他地方好似冇乜馬女，尤其是喺香港啊，嗬。